来帮助别人，伊的属灵的即个性命来得到。真要紧的起步。如果咱无安尼，袂晓得安尼即几个即个过程检测咱会有可能伫咱的即个属灵的即个生命内面，咱怎啊停伫咧某一个阶段咱就安尼感觉讲咱已经伫遐满足，咱已经得到，煞无想着讲咱安尼迄个属灵的生命，煞伫迄个中间渐渐来，煞伫遐慢慢来枵死，咱家己煞毋知影。所以牧师要来用到一个即个譬如来安尼来讲起着即5项代志的即个重要性。咱每一个人，逐工，我相信咱来到伫做咧拜进前，咱拢已经有食早顿吼。咱每一个人每一工拢有迄个安尼去买菜安尼迄款的经验，尤其是咱的姊妹。如果若每一个人每一工拢去买菜只是干那买菜，却无伫遐你干那买来无伫遐来煮有可能即个人安尼有一工，即个人游玩共款伊就来伫遐来枵死，因为伊干那会晓买菜嘛无煮所以伊干那买，逐工买菜买转来厝诶，就囥咧就拢无煮。如果若每一个人每一工安尼买菜，佮每一工伊嘛伫咧厝诶，又伫遐来煮菜，但是伊煮了伊无食，过一阵仔时间了，伊依然共款嘛来枵死。所以一个人伊若要会通好来活落来，
伊毋那是每一工，伊需要伫迄个中间来买菜，伊每一工伊搁伫遐来煮菜，搁安那？伊每一工伊需要伫迄个中间来将遮伊所煮的菜来甲伊食落去。迄个看甲听，就较亲像咱咧买菜共款。咱伫迄中间看，吼，选择咱所看的，选择咱所听的，这就较亲像咱伫遐咧，咱所领受到的迄款的逐样的迄个资讯。过来咧，迄个想上帝话，甲着迄个讲上帝话，就那亲像好比那亲像是咧煮菜共款。咱将咱所看见的、所听见的，经过咱伫遐来思考了后，咱伫遐来经过咱头脑伫遐来处理，来搁过来啊，人来伫遐来传讲出来。所以不断伫迄个中间，咱伫遐来安尼将咱安尼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先经过思考了后，咱来人来讲。搁迄个惊上帝话，就敢若亲像伫遐来食咱所煮的菜共款。因为咱伫遐想，咱伫遐逐工伫遐来想，伫遐来反复，伫遐来传讲的时阵，咱无可能讲今仔日我伫遐来想，伫遐来讲，结果我行袂出来，无可能。咱伫迄个中间，咱需要伫遐透过伫遐不断伫遐来想，伫遐来讲了啊！我讲，我做互你看，我行出来互你看，这就是食啦。咱伫迄个中间，不妨伫遐安尼化做咱的行动，咱的属灵的迄个性命，才会真正得到养饲啊！啊无，伊只不过是干那，你只有干那知影，你干那伫遐想，搁过来，你无落实伫你的生活内面，你的性命无真正得到迄个真实的养饲。这就是食菜的比如，伫遐来帮助咱，伫遐来明白为虾米有个人伊伫迄个中间，伊真认真伫遐来读上帝话，伊嘛安尼，伊安尼伫迄个中间嘛读真侪遮个安尼真侪遮个不管是注释书也好等等的，但是伊的性命，咱会看见讲无有成长，伊永远无法度亲像主耶稣共款。因为只有干那伫迄中间来买菜，伊却无伫遐来食菜，伊的性命无伫遐来得到成长。咱毋是伫遐来否定讲迄个读圣经读上帝话的迄个重要性，只是甲讲迄个只有如果咱只有干那停留伫咧迄个看，甲着迄个听上帝话安尼的即个阶段，迄是无够个。这就较亲像咱的比如内面，互咱了解为虾米有一寡才会传讲上帝话的人，因的性命并无成长，并无亲像主耶稣共款，因为伊只有干那伫迄中间来伫遐来买菜，伫遐来煮菜，伊却是无伫遐来食菜，伊的性命永远无得到成长，所以迄个传讲上帝话的人，伊搁较应该爱伫迄中间来伫遐来安尼，咱讲警醒家己，毋是干那只有伫迄个中间来传讲上帝话，就爱将即个上帝话化做咱的行动，安尼迄个咱的迄个属灵的性命，才会真实来伫迄个中间来得到培养。一个人如果若要安尼，有一个健康的迄个性命来健康来伫遐活咧，伊袂通只有干那食一点仔，伊嘛袂使伫迄个中间来挑食。咱知影咱有个人真对某一项物件真爱食，伊就真伫迄个中间伫遐不断伫遐干那食迄几项，伊领受上帝话即句话伊听了伊家己真介意。伊就伫遐干那听即句、读即几句话、想即几句话，但是规本上帝话内面有一寡无合伊介意的，伊伫迄中间，伊伫遐来甲警开，这毋是我要的。
一个人若要健康，伊袂通只有干那食一点啊，是伫遐拣伊家己所要爱。伊必须爱将迄个菜完全来甲食落去，搁安怎爱食到饱。这就提醒咱，若只有干那遵行上帝的话，一摆两摆安尼那尔。咱需要的是爱时常来伫个中间来时常来遵行上帝的话，直到咱的性命才有法度亲像主耶稣共款。主耶稣讲，既然恁的天父是完全，恁嘛着完全。共款，咱伫遐领受上帝的话，咱嘛共款需要将上帝的话完全来甲伊领受，毋是经咱家己要爱，乃是咱需要将上帝的话完全来甲吸收了，佮行出来。一个得到耶稣性命的人，伊得到会亲像主耶稣共款安尼完全，就较亲像一个婴仔共款，伊要安尼得到，伊要有法度安尼成长，亲像安尼成人共款。伊只要咱伫迄中间，咱无忽略对即个婴仔的培养，伊的每一个成长的过程，咱拢伫迄中间来好好甲伊培养。圣经甲咱讲安怎？讲无论什么人，若甲基督结连，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大拢变做新的。华语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迄个要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伊一个真要紧的关键就是伊爱安怎？伫咧基督的内面。只要咱伫咧基督的内面，咱就是迄个新创造的人。安尼，什么是叫做讲伫咧基督的内面，甲基督结连？伫咧基督的内面，就是爱咱伫咧迄个约翰福音内面讲起，就讲安怎？讲爱将迄个甲咱的主结连，就讲伊的话安怎？伫咱的内，伫伊的内面啊，讲我的话，我的话伫恁的内面，恁无论爱什么，求就甲恁实现。讲哪？讲恁若遵行我的命令，恁会不时安怎踮伫我的内面，亲像我有遵行我的爸的命令，不时踮伫伊的内面，伊的听的内面共款。所以咱会通看见的迄个活，咱讲要活出迄个基督的话，毋若是干将迄个基督的话藏伫咧咱内面，嘛伫遐遵行基督的话。当咱伫遐来安尼运用着咱头拄伫遐讲起着迄个看上帝的话、听上帝的话、想上帝的话，搁伫遐讲上帝的话、行上帝的话，即5个步调的时阵，咱活伫咧基督的话内面，就会互咱实践伫咧踮伫咧迄个基督的内面，安尼咱就是新创造的人。但是咱嘛要安尼讲，就是迄个新创造的人。到迄个安尼，讲迄个拢变做新的，伫咧即个过程的内面，有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咱伫咧经文的内面讲起来，叫做哪？讲叫做旧事已过，旧的已经过去。咱必须要选择，互迄个旧的代志，旧的已经过去。就是将迄个旧的看见，咱的原底本底，咱迄个旧性，咱的迄个看，甲咱迄个听，咱选择伫咧基督内面，用着基督的看，甲基督的听。当咱伫遐来改变咱的迄个看，甲咱的听的时阵，咱的所想，甲着咱的所讲的行为，咱就会对咧改变。就较亲像我之前伫咧。2年前，我有来去查。我伫咧2年前，我讲过的一个题目，叫做观念的改变。这个观念的改变影响咱的行为。咱对伫咱所领受、你所看见的迄个资讯，你所听见的，你所领受到迄个启示，
你伫迄中间，你伫遐安尼透过你伫遐安尼想，搁伫遐开始伫遐来讲起的时阵，你伫遐慢慢啊信服你所看见的，你所得到的。咱伫迄中间，咱伫遐渐渐开始伫遐来讲，开始伫遐来行的时阵，慢慢啊，咱伫迄中间来实践。咱就伫迄中间，伫遐来反复，伫遐来安尼实行，渐渐咱就养成一个迄个新的迄个习惯，成做咱的个性，咱就会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迄个咱不管伫咱原底本地将咱迄个孤性，安尼用着咱的迄个用耶稣的生命。踮伫咧基督的内面，咱用着基督的迄个看，甲基督的迄个听，咱开始用着主伊的想法，伊的想，甲开始讲起主伊所讲的话，咱的行为，咱的个性，要慢慢来得到改变。所以伫迄中间，咱会通看见着迄个咱的迄个规个迄个看天想讲神。是迄个培养咱属灵生命的即个基本功夫。但是咧，咱嘛要讲的就是迄个看甲听，基本上伊是中立的，伊是无有任何的立场。干那看介在伫咱要怎样来看，咱安怎去选择，咱要安怎去看，甲咱要安怎去听。所以，当咱伫遐来选择迄个错误的看，甲迄个错误的听的时阵，咱就有迄个错误的迄个培养。当咱伫遐来选择迄个正确的看，甲迄个正确的听的时阵，咱就要有一个正确的培养。就较亲像咱今仔日咱活伫咱台湾的即个处境内面，啥物会是真理？啥物是真的？啥物是旧的？咱真正看无吗？今仔日你伫咧活伫咧咱台湾即个处境，有上帝话诚做咱的迄个准证。你伫咧看每一项代志的时阵，你怎样看？你用着你家己的旧性咧看，还是用着你迄个基督的迄个伊的看法，基督的眼光来伫迄个中间来看？当咱用着基督的迄个眼光来看，用基督的眼光来听的时阵，咱要有一个正确的培养。就较亲像咱伫进前咱所分享过，迄个咱讲起着迄个只有家己的迄款的生命，甲迄个无看无家己的迄个生命，迄款咱的培养。牧师伫迄中间，咱有伫遐来分享，就是讲咱要怎样来伫遐来培养，就是伫迄中间，咱伫遐讲安那，咱来培养迄个白狗有无？还佫会记牧师所讲的无？饿死我们心中的那个黑狗。当你伫遐心内伫遐不断伫遐甲想起着你迄个孤性，用着你的孤性，伫遐来咧伫遐想。伫遐来去，伫遐做，你有足多的想法的时阵，你迄个旧性就一直伫遐来影响你，将你一直甲拖落去。但是你若莫插迄个旧性，你用着基督的想法，用着基督的看法，基督的伊的爱你所听的，你伫迄中间来培养你心中的那个白狗。你渐渐，你就会有选择迄个正确的迄个培养，互你心内迄个原底本底迄个旧性，慢慢伫迄中间，伊家己会慢慢枵死。你伫遐将基督的生命伫迄中间来慢慢来得到正确的培养。就当咱伫迄中间伫遐来正确伫遐来选择迄个正确的看、甲听、甲想，以及讲、甲行的时阵，迄个。咱迄个讲安尼，踮伫咧基督内面，就是迄个新造的人，迄个旧的代志就会变做新的。
迄个时阵，咱就有法度赢过迄个咱具体迄款具体的巨性，甲迄个具体的性命。所以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日透过咱搁一摆来定心来想，伫咱的性命内面，咱要安怎好好啊来去将咱的即个属灵的性命来做一个培养。过去如果咱若一直不断来互咱的迄个巨性伫遐来影响咱的时阵，咱要安怎有迄个基督的迄个性情？咱要安怎将基督的生命来踮伫咱的生命内面来活出来？求主圣神亲自来光照咱、提醒咱，互咱伫咧咱今仔日咱活伫咧即个世代，尤其搁一个新的一年的开始，咱好好啊，搁一摆来想，啥物叫做老人伫咧基督内面，伊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咱已经过去，拢要变成做新的。尤其咱伫咧咱新的一年，咱要怎样，互迄个过去迄个旧的代志来互伊过去？搁怪咱要经验一个全新的，是迄个基督踮伫咱的内面，互咱真正会通活出一个满满有基督的香味，互人看见咱的生命，就安尼意爱甲咱做阵。看见咱的生命，人就伫咧迄个真意爱讲啊，我要甲伊同款。当咱伫遐，咱伫遐来讲，咱毋知要安怎来人来传讲的时阵，咱只要讲你看我就好。就较亲像咱之前伫迄个中间，捌伫遐来分享过，咱搁怪要安怎来培养咱，互人。咱有迄款安尼的把伫遐来人讲，你看我，就较亲像看见基督同款。迄款安尼，咱慢慢迄个无有家己的迄个生命，迄个具体迄个生命，它渐渐咱伫迄中间，因为咱无爱去插迄个旧的生命，互迄个旧的生命慢慢啊来甲咬死。咱搁怪，咱要活出迄个酒，咱敢若伫遐注目伫咧咱的主基督。互基督的生命伫咱的生命内面，渐渐伫迄个中间，来伫遐培养，咱搁伫迄个中间，慢慢啊伫遐行出基督的迄个款式，互人看见咱，就如亲像看见基督。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日所分享的，咱会通好好啊，搁一摆来去亲像。所以，咱头拄有提起着，咱要怎样来养持培养咱的属灵的生命？咱有饲了养饲着的即个属灵的食物，伫咱的属灵的生命啊无，咱会通好啊来想，如果无安尼，咱要怎样来改变？由圣神亲自来对咱讲话，互咱会通搁一摆来去想讲，我要怎样来去得到即个着的即个属灵的即个食物，互我的即个属灵的生命来得到养饲。第二。为什么有个人真认真伫迄个中间伫遐来读上帝话，但是伊的生命犹原无成长，犹原无亲像主耶稣咧？安尼咱的生命敢有亲像主耶稣？搁咱要怎样来亲像主耶稣？第三，得到耶稣的生命的人会亲像主耶稣同款的完全，就较亲像婴仔伊结构会通亲像。成人同款，其中的一个真要紧的关键是啥物货？咱伫咱头拄的分享的中间，咱敢有把握着即个关键？如果若无，恳求主圣神亲自帮助咱，互咱会通好啊，搁一摆来回想咱今仔日伫迄中间所领受到的，咱要伫迄中间，咱要怎样？咱搁过来，咱的生命，咱无搁再是干那伫遐来买菜，咱嘛无搁再是干那伫迄中间来煮菜。咱要怎样来将即个咱所买菜、所煮的菜，来伫迄中间来将伊完全来甲接落去，互咱即个属灵的生命来得到培养，得到成长，互咱的生命得到培养完全。求主帮助咱同心来祈祷。
恩典的主，阮满心感谢你。阮透过阮今仔日所领受的，主你亲自搁一摆圣神来启示阮，互阮真正对你来领受你迄个属灵真活的食物，就是你的话语伫阮的生命内面，互阮毋是干那只有领受、看、听，主阮也要伫咧迄个中间来伫遐来思考主你的话，搁来伫迄个中间来讲起主你的话。透过阮不断伫遐来思考，阮不断伫遐来安尼讲出主你的话语，搁阮要伫迄中间来行主你的话语，成做阮属灵真活的食物。透过阮不断伫阮的生命内面，不断伫遐来操练，阮用着主你的眼光来看、来听、来想、来讲。搁行出来，来互侪人，因为看见阮的生命迄款安尼改变，阮若有法度讲主你的话，搁会通行主你的话，互侪人看见阮的生命，就意爱、欣赏，搁欣赏阮迄款安尼的生命，互因也来跟对，互因也来得到对主你来的迄个满满的祝福。透过阮不断来伫遐来甲因培养，阮来陪伴，阮毋若诚做别人属灵的父母，阮也要诚做阮做遮属灵的同伴，因真要紧的即个伫咧天路历程，真要紧的同伴。愿你的神不断来透过你圣神伫阮内面做工，来提醒阮。来影响阮，互阮真正会通活出主你爱阮活出迄款的款式，互侪人看见阮，就亲像看见主共款。愿你诚你的心意伫阮的中间，安尼恳求祈祷，靠着主基督圣名，阿免。请咱同心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献诗第160首，第160首诗曲我需要主，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圣经来宣认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约道人来受苦，天时地死哀葬落阴府。第三日对圣中高啊，上天打坐全能的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的公共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今仔日是11奉献主日，请咱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记录来吟11奉献的诗。耶和华你是天地主宰，阁有阳光、威严、能力甲德性。今仔伫天顶地的，拢是你所有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予人智慧、快乐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我的上帝啊，但愿感谢你，学了你极大的阳光。我是甚物既然会安尼奉献？因为阮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囝脚的。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望长长伫地。耶和华阮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阮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互你。请坐。这是咱同心来奉献，请李恩新执事、吴承安执事书献。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若有第一摆来毋知影奉献意义的人，他毋免奉献。
来吟红的诗。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有即个机会接做你的儿女，嘛求你将你的话语时刻放伫阮的心内，互阮会当每一工拢会当活出有你伫阮内面的模样。阮即摆嘛将你所叙述好，阮提出淡薄来做教会献献的内容，求你感染，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这是咱同齐来读本周的金句，伫约翰福音第15章1节到20，咱连续来读2摆。来，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的爸是种葡萄的。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剪去；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修剪，互伊结较侪果子。搁一摆。我是真，我的爸是种葡萄的。连伫我无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剪去；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修剪，互伊结较侪果子。约翰福音第15章1节到20节。接来，咱来迎新报告。敢有新的朋友来伫安尼中间？咱来看报告事项。本主日是11奉献主日。第2点，妇女团契聚会时间提早到上午9点20分到11点，请参加的兄弟注意时间甲准备心来参加。第3点，后主日是国内外宣道奉献主日，请兄弟为国内外宣道事工奉献。第1堂礼拜后要召开主日学教员会，请老师备办心。具体消息：1月15日，七星中会举行第73届第2摆中会议会，林牧师甲台语长老冯林慧、张淑芬代表参加。第2点，总会邀请正教会兄弟做伙为日本地动代祷甲奉献。愿上帝保守一切平安。第3点，1月22到24，台湾圣经公会举办圣经诠释营，林牧师前往参加，请关心代祷。第4点，1月30日，七新中会举行组织会，林牧师要前往参加议会。代祷的事项，请咱家己看每周的代祷函，并附上祷告的代价。顶周的聚会出席奉献，请咱家己过目。下周的服侍表，请服侍的同工注意甲准备。会计报告的部分，请咱家己过目。有错误的所在，请财务同工来跟进。
即时，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阿拉法、欧米伽，是起头的，是落尾的，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永远伫地的全能上帝。我要学乐你的名，感谢主，伫昨总统甲立法委员的选举顺利完成。求主予当选的总统有实行公义、心存怜悯、慈悲、谦卑的心，甲上帝三甲同行。求主继续祝福台湾的人民。我嘛要继续来为国际的战争祈祷，求主伫战争中来掌权，予领导者有智慧，做出合上帝心意的决定，予战争早日结束，予心灵破碎的人得到重建、安慰甲医治。亲爱的天父上帝，我要为全球气候的改变来祈祷。主啊，求你赦免阮过度使用土地、破坏土地的罪。求主怜悯阮，予阮有智慧来管理。我也继续为教会青少年囡仔来仰望伫主的手中。主啊，你知因的心思意念，你伫因的心中有美好的计划。求主赏赐因有属天的智慧，主耶稣的疼充满伫因的心内，予因疼上帝的心赢过疼世界。我靠主来闪避青少年的引诱。亲爱的主耶稣，因为你受的刑罚，阮得到平安；因为你受的逼迫，阮得到医好。为教会中看病的兄弟，求主医治讨白，予因早日恢复健康。也为教会中心内软弱有重担的兄弟，交托仰望伫主的手中。你是阮的仰望，你是阮坚固的大石盘，你是阮随时的帮站。阮相信，我靠主，阮就要勇敢徛在。主啊，我要为教会中年老的兄弟姊妹，求主时时刻刻保护因、看顾因，甲因三甲伫地，予因逐日拢心内充满主的平安甲喜乐。求主阿落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这是咱做伙来唱上摇391首《学乐天顶主宰》。临时煞请本会林耀勋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全能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透过阮今仔日对主你所领受的，以及主你对阮的提醒，愿你的神即时就运行伫阮的心中，互阮对这行出去了，阮真正会通伫阮的日常生活中，阮时刻来用着主你的眼光来看每一项代志，来听每一项代志，佮互阮伫所看所听的。阮会通伫迄个中间来去思想主你的话语，甲着来讲起着主你的话语。透过阮不断伫遐来行主你
啊，阮所行的，行出主你爱阮你所教示的，阮就会通活出主你的迄款安尼性命的款式，互侪人因为阮，互因的性命嘛要来得到对主你来的救恩，甲着对主你来的祝福。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谢谢，热岛闭会。